識聽我講，呢個係而家喺韓國發生緊嘅事。全球首個韓國脫髮原因被發現，你嘅頭髮亦都會喺10日內感受到奇蹟，喺短短10日內令你嘅毛孔打開，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澤嘅奇蹟。呢個正正就係貼士眼閉屏，道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，仔細聽，你嘅煩惱今日就會結束。第一字，鏡中嘅我，頭髮稀疏，當冇細血管視網稿質，血液流動就會受阻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而家孤獨感越嚟越深。食煙通即是食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疏，頭皮潮色嘴，頭皮嘅細血管原插緊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某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貼士幣幫到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，打開阻塞嘅血管，同埋提供營養，播下希望嘅種子。我只係10日就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嚟。睇住我，另一個我，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營養補就頭皮健康。當毛細血管變得更強壯，我等咗好耐嘅日子將會到來。而家我知我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某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消費幣幫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。忘記疲憊嘅過去，隨出希望，我會用40於9力後救我偷頭。當你頭髮長咗，頭髮少咗，夢見再次搵到你失去嘅頭。我可以再笑，我可以抬頭，我失去嘅頭髮可以再次發光。我都會一齊一個新嘅路，如咖啡唔使擔心脫髮。